又係魔術嘅時刻啦。好，得啦，唔講咁多，開始啦。首先咧，啤牌啦 ，OK 啤牌，都係抽牌啊 ，OK 一隻啦 ，OK 就呢隻啦。好，然之後咧，睇下隻咩嚟嘅先 ，OK 梅花漬，冇清楚梅花漬，將隻梅花漬反翻轉咧，將紙放落成副牌中央嘅位置，然之後洗牌 ，OK 洗牌。都其實洗一次都夠㗎，係啊，時間咁逼唔使咁多次。好，洗完呢一次牌之後咧，你知你牌邊咧？唔知啊，我話你知，只要攤咗下手指咧，你發覺咧，你牌咧就走咗出嚟最頂啦，係。呢隻係葵扇 Ace 嚟嘅喎，係 Ace。頭先嗰隻係隻梅花漬嚟嘅，好唔緊要。我將隻葵扇煙反翻，再將佢咧接入咧。接咗去咧呢個牌盒裏邊，好啦，見到咧呢個牌盒裏邊咧係冇嘢嘅。OK，再將呢條牌咧擺翻落去。好啦，其實咧你牌咧唔係唔見咗，其實咧只係咧係咧喺呢度嘅啫。得梅花漬。咦，做咩配音咧我？算啦，冇咁介意。OK，梅花漬。然之後咧，我會做啲咩咧？同樣地，我將隻梅花漬攝埋落個牌盒裏邊，唔使攝咁多，一半夠啫。咁咧，做啲咩咧？就係咧，要將裏邊嗰隻 Ace 同呢隻梅花漬交換位置。點樣咧？睇住， 1、2、3。咁咧，頭先呢隻梅花漬咧就變咗葵扇煙，而呢隻咧牌盒裏邊嗰隻咧係咧梅花漬嘅 ，OK。